佮来看到即马准备要歇热，就传出有非法的中人要用上济32万的营养金，招咱台湾的查某大学生去到中国捐卵子。不过，咱国内医师就警告，捐卵子是不比捐血，伫台湾的医疗过程本来就拢有风险啊。若是去到中国用到非法的医疗手术，这风险会搁较大，所以建议查某囡仔得爱想好清楚。今年3月至5月，少年线有网友伫社群媒体发文分享家己去中国捐卵子，除了有免费的机票、住宿兼佚佗，还佫有一笔袂少的收入。有袂少人留话询问，休热要来啊！传出有袂少非法中介业者开始找台湾女大学生，以上济32万台票营养金，比台湾的介绍加准2倍，吸引女大学生去中国捐卵子。给我看那个大陆的是钱太少，我觉得。那如果钱多一点，你会考虑吗？如果真的很缺钱的话，有可能就可能去就回不来之类的，就是怕啦，因为最近就很多这种诈骗之类的。医师表示，国内捐赠卵子有一定的规范，依照国健署规定，女性捐卵子必须40岁以下，检查无重大疾病。捐卵子前爱照超音波注放2针，取卵子进前注放2针，这个药物过程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，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、甲腹内出血感染等。若是非法医疗，也有可能有手术的风险。利用药物所诱导出来很大的这个滤泡去取出卵子。所以它会不会有一个风险，就是有可能手术如果它不好的话会出血，或者会感染，甚至会腹膜炎。医师讲，取卵子是一种侵入性的手术，必须规身躯麻醉为阴道入去，捐赠者都要家己承担麻醉加手术产生的风险。建议捐赠者要加思考家己的权益甲健康，唔通单纯把捐卵子当作敢若捐血同款简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